娘娘，皇上甲这位王爷已经出城去了。娘娘，这是南唐的好机会，皇上去游江南山，这样呢，咱就免用到一点点的困难，就会当完成咱这条万全之计了。四皇子、四公主，这是天意。但是，什么人做皇后，这嘛同款是天意，恁讲对？啊，当然。我早就看出，迄个魏妃吼，唔是有福气的人，伊凭什么资格要甲人做皇后咧？都对，人讲乌鸦飞到倒去，伊嘛是乌鸦。花荣，我去知。家话免讲，皇上要出宫进前，有下面叫我着照顾魏娘娘，所以除了我的心腹，什么人也袂用接近魏娘娘所住的翠明宫。你明白我的意思？奴婢当然是明白咯，就是安尼先做。魏娘娘生下迄个王子，这件代志才袂泄露出去对。也毋过，这个魏娘娘身躯比属后这个人咧。这我已经有准备啊，马上。在。第一家件事，魏娘娘生产的时阵，有伫边仔伺候的人，不管是啥物人，拢袂用甲我留外口，斩草除根。什么人？去游江南山，皇上待我，我够意，我求无法度，记着皇上，最后一次，娘娘，你千万莫安尼讲，是因为小殿下在家生产，伊身体阁遐尼虚弱，唔该忍受袂了，只要以后食一寡药啊，你真紧就会好起来。听说了。对我讲，阿姨咧。哎，第二有派人守在咧宫门外呢，不准任何人出入翠明宫啦。是为什么？伊讲这是皇上命令伊照顾魏娘娘的，是命皇子行事的。杨哥，你连这块破病啊这么严重，敢讲连一个姨都不准进宫？娘娘，第二不但不准奴婢出去请伊，甚至会当翠明宫所有人互赶走都无半啊！即马将来，甲咱奴婢甲听将是两个人来伺候娘娘啦。娘娘，奴婢小弟叩见娘娘。谢娘娘。小弟，你哪有这款狼狈？哈？我都拄啊安尼水甲爬入来啦。哈？娘娘，弟娘娘为着要无大你王后的保卫，准备日头要落山以后，要来无吓娘娘甲小殿下。啊？奴婢冒
冒死来变走牛牛，请牛牛紧将小殿下带走。小弟，这个代志你若许家己有知影吼，你会受连累。你赶紧走，这个所在我甲听将军会想办法。哈，你紧走。牛牛，路比告退。大公公，即马皇上不在宫中，第二娘搁假执行事，即马出面宫外拢是伊的心腹，咱是要安怎咧？这是，对，我有一个办法，溜溜，不如互罗比来逃小殿下，来对水沟来逃走。为着我后面的性命，我只有安尼。你，我知是对，本来就无性命，我不要紧，生命会不起。辜负着你的承诺。大王公，即马天就要暗啊，你还紧走啊！啊你呢？我要留落来照顾你。大王公，紧走啊！
我都袂赴啊。身体啊，小红书煞无看过。道长甲听秀呢。一定是道长甲听秀，害得皇子逃走。变牛牛，也毋过罗比已经派人点在中华把守，也无反正无力出去。叫你免讲，你派人追。是。像你从人送倒转来，一直安尼闷闷不乐，讲起来，维维的死是因为咱杀，二皇子伊死来根本就是一个死体嘛。好啦好啦，别好讲，莫好讲。
这件代志，深切会去甲你走面，并不是义义无理，是道长较听受，我赶紧去请义义来。所以，总讲皇主的性命若保袂掉，贵妃的性命嘛应该爱保会掉啊。道长较听受，因两个畏罪逃走，深切嘛有赶紧派人去追赶，因两个知讲逃袂出惊吓，所以投水坝自杀呢。有啥？这件代志吼，拢怪深切毋好，假使深切若日夜拢伫咧贵妃的身躯边照顾伊，就袂发生这种代志了。唉，弟妹，这要哪会怪你？你已经也十分的现着咯。皇上，深切哪敢担袂起现着这两字咧？既然定命中无主，怎能可救呢？我看这个粮食革命，才来奉你为教育。皇上，多谢皇上。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！娘娘，皇上已经答应要替你为皇好心。这是我刻意安排，意料中的效果，有啥物好恭喜？娘娘啊，也毋过道中甲听受，毋知将小皇子抛去倒位去，这一点咱就是免的无担心。这哪着担心？一旦我若做了皇后，应该天照打，嘛毋敢倒转来。启禀娘娘，贵公已经得胜回来。娘娘，皇上封贵公仪为边处将军，十分宠信。万一若问及贵妃死去的代志，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贵妃的死是因为咱瘦，边客将军是皇上封的，这件代志咱就可以来奉行。贵将军，忠臣将军，我曾经对你讲过，我无愿意啉你的煎白酒，我却要啉你的庆功酒。杨过今仔日，我实在是滴酒都难得落喉呀，将军，你是我庆功的美意，我心命就是。我告示大家，贵将军，我今仔请你来，不只是要请你饮庆功酒，要互你记一个人。哦，什么人？你出来。忠臣，魏将军，这一切都是爹娘娘所害，一定要替娘娘甲小殿下报仇。